大家好，歡迎收聽《黃法靈玄學觀》。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一間廟宇，就叫做萬德院。咁最主要咧就想透過文字嘅表述，去話俾大家聽萬德院嘅由來啦、選址啊、修建啊各方面嘅一啲信息啊。咁而喺之前，好似大概1年前啊，同個台長都拍過一集嘅啊，直頭我哋親身入去拍嘅。咁而今集咧就主要用一個文字嘅表述，咁當然仲會有圖片嘅啊。咁啊，話說咧就喺1918年啦，呢個2月15日，廣東道教應元宮啊，曾經存有一首壇訓嗱，記得嚇係廣東嘅道教啊，唔係廣東道嚇，廣東嘅道教，即係話當其時就應該喺廣州噶啦。咁啊，係將呢個道教嘅清修選址咧，就寫咗喺呢個香港梧桐寨南山古洞嘅最早嘅見證啊，有一段基文嚟嘅，嗰段係基文嚟嘅。咁但係呢段基文咧，我或者會我會 cut 出嚟俾大家睇，咁大家可以細味下。咁而萬德院咧就係香港萬德至善社嘅一座壇觀，咁啊屬於道教全真龍門派。而萬德至善社創建咧就係喺香港就係1951年至今嗱，咁而家咧就係2021年啊，2026年啦。咁啊，大家由2026年開始去睇咧，減翻呢個1951年咧，咁我哋相對地咧，即係話75年嘅歷史㗎啦，已經。咁而萬德院咧喺呢個興建咧就始於1972年嘅，而選址咧就喺壇訓所示嘅就係話大埔林村梧桐寨嘅南山古洞嘅南坡啊。咁啊，呢個屬於係一個香港新界中部大帽山嘅郊野公園嘅林村，而大帽山咧為到香港最高嘅山峰啊，高約957米。咁而且山體廣闊，遠觀山形咧就好似一頂大帽咁樣啊，所以故之聞名啦咁啊。咁而萬德院選址於境內嘅梧桐寨石澗中部，緊鄰呢個梧桐寨瀑布啊，即係背倚南山古洞啊。而萬德院嘅位置咧就係同個環境咧就具有香港自然山水嘅形態，或者佢叫做形性啦嚇。咁如果你有行山嘅話咧，有行山嘅朋友應該行大帽山啦，嗰啲咧或者梧桐寨啊，嗰啲一定係見到呢間萬德院㗎。爭在你有冇入過去寺廟參觀咁解啫。咁而特別萬德至善社弟子嚟講咧，就一向咧就遵循呂純陽祖師嘅壇訓嘅。咁啊，將萬德院嘅道場嘅選址咧，確定就係呢一個地方啦。咁並為呢個文概就解釋咗一段文字嗱。咁個文字嘅講法就係話：南山飛瀑，溪成玉帶之流，霧峰環翠，聯結三台之匯，河圖布石，列數本符先天，落書呈象，道氣貫於古洞，遠瞻則四海翻騰，近觀則萬山環抱，青松夾道，翠柏參天。雖不為之蓬萊，亦是人間仙境。萬德成園中一物，上應天心，開壇可喻，結緣十方，直指金之家種，受福地於林村，信陽完成桑梓，開山闢石，構殿修圖，品三才之妙合，作普渡慈航，將見有緣雲集，道子成才，應蟠桃之盛會，報三奇之修緣，殿成之日，善跡當彰，奉立凌霄玉閣，元像康明，
因聚其源，以己殊公焉。咁有呢段文字記述落嚟嘅。咁而由於呢個地處唔同寨石澗嘅深處咧，咁啊冇寬路可行啊，即係其實條路係真係幾窄啊，入去要興建咁具規模嘅呢個寺廟啦，即係呢個我哋叫宮觀啦嘅呢個建築群啊，所以一切咧建築材料嘅運輸咧都只能夠當時咧，因為都只能夠靠人力去擔挑，因為係1972年開始建㗎，或用一啲車仔推啲物資入去啦。現場嘅設計咧，同埋施工人員咧，都係生活亦都係十分不便嘅。咁故建造呢個艱難困苦嘅程度咧，真係可想而知嘅。即係如果你有入去行嘅話咧，你就會感受到條路其實當時係好窄，而且當然啦，而家會比較靚，點解會石屎路鋪平咗啦？以前未有呢樣嘢啦。而當時山坡峭壁啦，係嘛？陡峭啦，係嘛？亦都好少寬闊平地啊，需要開山建築嘅平台，亦都有限制咗一啲建築物嘅一啲位置啦。規模啊同高度啊同埋經費亦都有限啦，只能夠逐年去速用啦，即係逐年逐少咁樣去建立啦。僅6000餘平方米嘅建築咧，前後咧經歷咗整15個寒暑，終於建成呢一座咁宏偉，因地制寬規模雖小，而氣勢咧又既雄又秀嘅深山獨特建築群，呢個喺香港嚟講咧，真係非常罕見嘅。所以而萬德苑同仁嘅誠心與辛勤咧，實在就係令人敬佩啊，令人感動添啊嚇。咁萬德苑咧個選址咧喺大帽山嘅南坡啊嗱，咁我哋講一講喺萬德苑外圍嘅自然景觀啊。咁佢喺個大帽山嘅南坡嗰個谷澗之山嘅山崖背靠就南山古洞啦，右側後山就為香港最大嘅梧桐寨瀑布啦，瀑布樓下嘅梧桐石澗啦。咁沿萬德徑個曲折並行咧，咁就至梧桐寨村咧匯流成梧桐寨嘅河溝順流右山坡上咧就有一塊方旗石屹立，構成咗道家相傳嘅河圖洛書嘅原始之象，咁令人有個玄妙思古之感啊！再加上四周山巒啦，個茂密嘅森林直坡啦，咁堪稱香港山林自然景象之最嚇。而且咧佢會有一個支分術，如下就係話細分咗嘅，就係話梧桐寨三瀑。咁由於大帽山山勢咧係全港之冠啦，而山體廣闊咧，故自然瀑布分流咧就多而水量大。梧桐寨瀑布咧緊靠萬德苑址嘅右側山上，叫做個瀑布就分為下中上三瀑。喺從萬德苑嘅右側山道上行約半小時咧，就有個牌指示咧就三瀑布嘅方向。首先見到咧就係下瀑，而呢一處咧就位於半山嘅潭底，故又稱為井底瀑或者半山瀑。此瀑又分為兩級，下級高約3-4公尺。並無特別之處嘅，但係上級咧則隱藏於洞中咧，就周圍有一種叫做黑岩環拱，步高約5至6尺。上望嘅井口咧飛流直下，形成氣流如涼風颯颯，水花飄然嘅。二瀑流入深潭咧，色黑如墨莫測深淺。而中瀑咧水量就較大，個瀑布高約40-50英尺，瀑水垂直流經之石咧層疊出入，瀑布流態錯落分散均勻，有如疏散嘅馬尾絲，故又名馬尾瀑。岩壁明麗開闊，氣息清新，瀑布四周咧
林木茂盛，沿瀑布旁嘅小徑而上咧，路徑崎嶇。如果走到於呢個即係好似入咗一個原始森林咁嘅，上行約30分鐘咧，向左行咧就會上到呢個上瀑。咁上瀑咧就不及中瀑嘅面闊啦，但係高於中瀑咧，總高咧就約有8尺，有如呢種叫做白蓮蕩谷懸空一瀉而下，比較壯觀嘅，故稱為長瀑。而此處個瀑布四周頗為空曠嘅完整，可以於此處設觀瀑嘅平台或者亭廊左側林茂草深，沿路而行則芭蕉忽徑巨葉橫空，如入熱帶雨林，景色殊佳除咗以上3個瀑布之外咧，附近有一啲較小嘅、較細型嘅瀑布咧，就好似一種稱為文靜嘅散發瀑。發源於咧呢個玉女登流岩石咁樣玉女瀑，所以叫玉女瀑，以及一個位於萬德苑前嘅右側咧有一個石澗小瀑布等。因而令到大霧山南坡咧就形成一個以唔同山瀑為主嘅瀑布群。呢個瀑布群咧山水流徑咧萬德苑所屬嘅地域經唔同石澗向東北流去，喺大埔墟以北朝沙頭角而注入大埔海源流長，而成為萬德苑最優美嘅自然水景。好啦，呢個咧就係瀑布喺萬德苑嘅周圍形成一個水景。至於唔同就係石澗與河圖洛書石啦。香港咧就著名咗一個石澗有9，而最大嘅梧桐寨瀑布咧就所形成梧桐石澗就係9大名澗之一，處於新界中部，由梧桐寨村口至最大長瀑亦不過3小時嘅路程。如果行走難度其實唔係好大嘅啫。往年水量大嘅時候咧，沿澗咧可以聽到啲溪水流動嘅嗰種所形容為魚濤波濤洶湧嗰個濤魚濤聲，故有詩曰：白龍躍與紫煙生。白龍欲與應該講白龍白龍欲與紫煙生，石鼓潭真洗俗塵，游出雲深飛瀑處，寒鴉輕畫破濤聲之句。高山深澗咧，瀑布飛泉如濤，亦都係常見嘅一種景象。但今日循呢個萬德徑嘅沿澗而行咧，亦都可以聽到啲潺潺啲溪水流水聲嘅。而且石澗沿萬德徑呢一段嘅石澗又比較一個稱為婉亭曲折，與萬德徑若即若離，溪水潺潺之聲也是有時有時冇，形成一種並不規律嘅聲景。但係呢個此澗上索至萬德苑山門右側坡間咧，仍有一處小瀑布。冬春3月咧，水量不大，卻有小潭悉深見底，頗為清涼。從呢個小潭遠望咧，個山谷咧，亦都可以見到卻也曾巒疊翠，煙霞深鎖，近處茅草叢生，頗具野趣。咁呢個文字記載咧就咁樣去描述嘅。前述萬德苑呢個地址嘅選擇咧，就因此咧呢處有稱為河圖洛書之形。而此河圖洛書石就喺呢個梧桐寨村口梧桐石澗嘅左側嘅山坡上，此為巨型奇石，上下有2塊重疊，係方形嘅，
筆直直身而方形如書如圖。隨着萬德徑嘅迂迴曲折，可從不同嘅方位角度睇似一個圖字，如書嘅石，而形成萬德苑嘅標誌。咁之前呢，同阿台長有拍嗰集呢，就有影到出嚟呢。咁其實好多時呢，我哋都會稱為嗰嚿石呢，因為佢兩嚿石四方嘛，就好似個女字咁啊，上一個口，下一個口，咁亦都有稱為女字石。而河圖洛書之說呢，就原出自《易經》上嘅有河出圖、洛出書嘅傳說。所謂河圖，全稱為伏羲河馬之圖。相傳有河馬附圖出水，伏羲象之，以畫八卦為簡單嘅圖形，成為萬事萬物嘅根源。而洛書則是大禹治水之圖書。傳說呢個夏禹治水時呢，神龜附文而於背，有數字為9，分為9獸。咁故因有龍馬從黃河出現，背負河圖；有神龜從洛水出現，背負洛書。二者皆為天授嘅神物。有據岑日飛先生講呢個書中記載嘅就話，從現代科學嘅眼光嚟睇呢，就係話龍馬與神龜背上均有紋樣圖。龍馬背上嘅紋樣呢，稱為河圖；神龜背上嘅紋樣呢，則稱為洛書。如把呢兩圖當作一個立面圖呢，就形成一個俯視嘅投影平面圖，因而可解釋為中國遠古時代嘅氣候圖同埋方位圖。從中可獲得科學哲學上嘅啟示。而喺古漢嘅時候呢，有人破譯就話河圖即八卦，洛書呢就係共籌九獸。洛書聯用呢，即係天意之謂。而萬德苑壇訓則為河圖洛書，千山百疊，洛至寶於南坡，翠柏蒼叢，紅桃綠柳，氣概萬千，振爐峰，牽百嶺，彷彿瑤池宮殿，重現人間。時為谷月，序屬深秋，文中古而驚天地，奏傳音而邀鬼神。因此就以此石作為萬德苑選址設壇嘅緣由。咁而南山古洞呢，就係南山，即係話大霧山嘅山坡，今萬德苑院址所在。故洞位於呂祖殿後山右側半山中。現今上查閱不到有此古洞嘅歷史記載。而在萬德苑基士嘅壇訓中呢，則有唔同結於南山。南山古洞好清涼之句。據云此洞早已被樹木雜草遮擋，而成荒跡，建議探測整理，稍加修葺，作為萬德一景。咁而山林直備，萬德苑所屬嘅用地個範圍總計呢有4萬畝，即係如果講公頃就約2660餘公頃。除公共建築群用地大概就係1至2公頃外，其餘為山林、石澗及少數嘅小小村落。而山林中呢，多為原生或者次生嘅植。由於呢處呢就人煙稀少嘅，山林植被保護呢較為完好甚至喺舉行一啲盛大祈福大會時呢，亦都可以還山於自然山林之福地或者同埋分散人群嘅活動用地此時導師們呢身穿紅袍黃袍都係遊行於蒼叢翠柏。即係話喺萬德苑門外嗰個環境度，龍蔭福煜
嘅大自然山林中咧，就真係有一個身心俱聚、飄然若仙之感。咁其實係嘅，因為入邊嘅氣場咧就係真係好好嘅，係好舒服嘅嚇。咁而山林植物種類繁多，以鄉土樹植為主啊，如松類啦、杉類啦、樟樹啦、石栗啦、鴨腳木啦、山子甲等等，仲有檀香木、桂花甚至乎有白蘭等呢啲香花嘅植物，甚至桃花都有嘅嚇。喺院內咧，雖冇特定嘅嗰啲大古樹啊，但都有種一啲南洋杉以及龍眼啦、白梨啦、枇杷等果樹，甚至乎有松柏添啊。而山桃花、龍樹花或者杜鵑花咧，呢啲咧都係一個建築群之間嘅啊，為萬德苑四季咧帶來一種清新優美幽香嘅良好生態環境。嗱，咁今日咧，暫時用呢個文字咧就描述咗外觀先，因為都成10幾20分鐘啦。咁下一次咧，我就會再講下萬德苑入邊咧個五行佈局啊，因為呢啲咧全部都係有晒五行佈局嘅，包括埋咩咧？有邊幾位大神啊，同埋個殿啦，譬如殿啊，譬如因為萬德苑主力都係女祖先師啦，咁必然係有女祖殿啦。嗱，咁呢啲啊，我就下一輯再講，同大家分享下。今日講到呢度為止先。咁如果中意我呢個頻道，記得 like、share、comment，撳埋個鐘仔。拜拜。